挤在一起抢喝母猪的奶，看起来活泼健康。对薛千莲来说，家族养猪已经40年，结果一切又从头开始。新的养猪场灾后重建，距离原来被风灾淹毁的猪场有7、8公里，猪舍的硬体设备都还在加强。风灾当时他损失了500头的种猪，上千万元。整理的时阵真正讲的乡公所各单位大家拢做配合。派下边个来到支援。灾后养猪，他配合农委会的辅导，结果呢改善猪只的疾病效果很好。传统一贯饲养的模式呢，疾病传播很快，肥育猪的病容易传给保育猪。每个礼拜就是一个批次，一个月就是4个批次到5个批次，然后其他的猪舍呢就是空着，就是休息、消毒、休息这样子。受灾之前，他的猪场每个月产出1000头，现在慢慢也有600头的成绩。灾后重建，新的饲养方法也带来了生机。民视新闻洪梅轩屏东报道。